伫高雄的美浓呢，有民众是捡到一只狗仔囝，通报农业局送来到寿山动物园。这动物园是表示讲，这只狗仔囝呢，才拄满几年，伊的健康状况是袂歹。这也是动物园头一届收到这尔细汉的狗仔囝，因会接手来甲照顾，等到伊会当适应家庭的生活，才甲放倒去。 红红的电火照伫一卡人啊，内面大概是民众2月底伫高雄美浓撞到洪老高鸟的台湾狗仔囝。民众因为等无交保转来，惊狗仔囝会出意外，是通报农业局送来去寿山动物园。动物园表示，这只狗仔囝是公的，敢若一个大人的手无大，因为看机才拄转材，研判大概出世1个月尔。目前健康状况拢袂歹，后续园方会照顾机到一个坎站，才可以登去野外。一般来讲的话，像这样子的小猴子我们会把它照养到大。 一个年龄到一定的年龄，然后会跟那个差不多同年龄层，差不多2岁或3岁，或者是1岁，至少1岁以上的那个年龄层的小猴子，让他们能够并群，然后让他们能够可以社会化。动物园表示，这嘛是因头摆收到这细只的狗仔囝，因为伊老狗鸟的状况，甲最近一本正称的迄只胖饲差不多。园方也用心计较，专工传2只红仔来陪伴机。动物团体表示，每年的4月到6月是台湾狗生团的季节，一般来讲，这细只狗仔囝拢会有狗母带条条，可能是狗母高龄有出状况，才会互狗仔囝落狗鸟。 通常很少会遇到落单的小婴猴自己在那边，尤其是刚出生的，那可能是母猴遇到一些情况，或者是它不小心掉落。像遇到这个的话，建议民众不要去自行捡拾，因为呢，猴群呢或者是猴妈妈同母系的同伴呢，会接手去照顾这个小婴猴。 农业局表示，狗仔虽摸食古水，不过民众若捡到，都爱通报相关单位去处理，千万唔通想要捞起来家己吃。若是风发现，会按照野生动物保育法上悬罚30万。记者郭家祖、柯兆勇高雄采访报道。